號講。好多人問呢個系列仲會唔會錄？係會錄嘅。而咁耐唔錄嘅原因好簡單，係懶咯。細個嗰陣時咧，俾人話懶，通常都係關讀書事嘅，即係你成績唔好就冇溫書啦，然後喺屋企冇嘢做就咁攤喺度嘅時候呢，咁你咪懶咯，咁啊死得噶啦，實俾人屌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呢，人大咗又或者老咗，就會發現可以一個人喺屋企咩都唔做咁放空呢，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種休息嚟嘅，就唔可以話係懶。好似做嘢咁啊，一開始踏入社會嘅時候，都會有一股衝動想做好件事嘅。咁當然啦，我知係有人一開始呢就會已經諗住求其搵份工有糧出就得噶啦，冇諗話要咩發揮。但係總會有啲人，即係我當我咁啦吓，如果開始咗份新工呢，都會想做好啲，快啲學晒啲嘢呢，就唔使再麻煩到啲同事，又可以做到嘢，然後仲可以搏下升職啊，加人工，有啲好嘅發展機會咁啦。但係當你已經出咗嚟社會做咗，我諗做咗5年或者開始以上啦吓，你就會發現呢，其實勤力對於你嘅工作或者事業發展嚟講呢，係佔好少部分嘅啫。死做爛做呢，好多時都真係得個做字，唔係叫你唔好做，其實係要識得點樣去做得有效啲咯。咁又應該唔係懶喎。嗱，眾所周知呢，識得同其他人去交際啊、溝通啊，又或者知道點樣用最少嘅力去做最多嘅嘢呢，其實先係你職場上面嘅生存之道。咁你問我呢，我就會覺得呢一個反而係點樣可以做到 work-life balance 嘅重點嚟嘅。又好似處理屋企嘢咁啊，嗱，你只要懶呢，你係可以全年都唔吸塵啦、唔掃地啦、唔拖地啦，啲嘢可以永遠都唔執啦，咁咪一路堆咯，堆到啲櫃冇位咯，你咪買多個櫃咯，咁仲有櫃頂可以擺噶嘛，咁你仲可以由堆慢慢變成推到你想東張西望都得嘅，你唔執嘢都可以嘅。再縮細啲咧，自身打理都係一樣，只要你懶呢，你可以唔換衫、唔洗面、唔刷牙、唔洗頭、唔沖涼、唔染髮、唔做任何嘢。咁你話有冇影響到人呢？咁又冇喎，咁你自己 OK 咪得咯？你仲可以好型咁同人哋講，關你咩事啊？我係懶啊，咁點啊？你吹我脹咩？我係唔洗頭啊，咁點啊？冇嘢噶。人生中呢，有好多嘢就係咁噶啦。學黃子華話齋，你又要過到自己，又要過到人，先係最難。最慘嘅就梗係過唔到自己，又過唔到人啦。但係都可以係過到自己，過唔到人嘅。畢竟呢，自己係最重要噶嘛，使乜理人點睇呢？但係偏偏呢，人就係群體動物嚟噶嘛，你幾自我嘅人都好，你總會有一下係俾其他人刺中咗你。哎呀，我咁樣係咪真係唔係幾好呢？就好似我咁啊，咁耐都冇錄呢個講，其實冇問題噶，都唔係好多人聽啫。但係一有人問我，咦，點解停咗嘅？我又會我係咪太懶呢？係咪應該錄返？好似好多人問喎。嗱，我相信呢，大家喺生活中呢，或者喺你個生命裏邊呢，都會有一啲懶嘢你唔想處理嘅，係發作緊嘅。咁你當然可以繼續懶啦，完全冇問題噶。個後果你自己知係點，你承受，你食花就得噶啦個後果。不過如果有一秒令到你諗下，喂，真係可以試下處理咗佢，會唔會有啲新嘅景象？嗱，有好多嘢呢，都唔係話你一次去處理就已經搞掂嘅。咁不如可能由少少啲開始搞咯，整少少先咯，開個頭先咯。咁可能又會得噶，咁或者會令你有啲新嘅體會嘅，可能你又會覺得唔使懶，可以咁都得，會引起你一啲新嘅諗法。嗱，依家呢係呢個2025年嘅年頭啦吓，就連呢個農曆新年都過晒啦，咁不如就開始試下啦。
試下執下嘢咯，唔用唔要嘅，一係俾人，一係攞去賣，一係抌咗佢咯。再唔係剪個新髮型，染下其他色，咁會唔會精神啲？又或者你做嘢嘅時候，試下用另一種態度去同其他人溝通，咁可能會順利啲，咁你返工都開心啲喎。而我就打算呢，試下每一次錄音呢，都一定要逼自己錄一集講，希望我做得到啊吓。不過依然都係會中意一個人喺屋企攤喺度咩都唔做，放空，因為咁樣對我嚟講呢，呢啲先係休息，唔係懶啊。